国集中营政策的年轻受害者，近几年有不少的维吾尔知识分子遭到了中国集中营政策的迫害。维吾尔族民族学博士萨基德·托尔顺是中国集中营政策的年轻受害者之一。萨基德·托尔顺于1986年出生于东突厥斯坦阿克苏市，从陕西师范大学民族学系毕业后，他于2013年获得了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的奖学金，并在2016年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了看望他多年没见的父亲，并且在健康问题上苦苦挣扎的父亲，萨基德博士于2017年3月回到家乡。然而，他一抵达乌鲁木齐机场，就被中国警方逮捕并带到集中营。可怜的父亲在没有看到女儿的脸的情况下，告别了这个世界。澳大利亚向中国寻求澳籍华裔作家下落。中国知名时政评论人、现已加入澳洲国际的杨恒军近日在中国再次失踪。澳大利亚政府证实，其正在调查一名澳洲公民在中国的下落。据其在澳友人报称，杨恒军上星期自美国纽约飞往中国广州后与外界失去联系。其博士导师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冯崇义称，杨恒军有可能被中国国家安全人员拘押。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星期三称，正就一名据报在中国失踪的澳大利亚公民寻求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不了解情况，将向相关部门了解。中国承认阿富汗塔利班为政治力量。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说，他的国家承认该组织是一支政治力量，因为他们是阿富汗和平进程的一部分。中国驻伊斯兰堡大使姚劲赞扬巴基斯坦在促进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作用，并帮助结束阿富汗的长期冲突。巴基斯坦媒体援引姚劲在西北部城市白沙瓦举行的一次聚会时说，中国将挑选塔利班作为政治力量，因为他们现在是阿富汗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他们有一些政治问题。埃尔多安与普京就叙利亚问题举行会晤。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于周三抵达莫斯科，在2019年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议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两国领导人就地区和国际问题，特别是叙利亚以及两国间的双边关系交换了意见。普京在与埃尔多安会谈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军撤离叙利亚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埃尔多安则强调，美国赞成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安全区，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与俄罗斯没有分歧。美国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承认胡安·瓜伊多为委内瑞拉临时总统。此前，这位反对派领导人在委内瑞拉举行的为期1天的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中宣布自己为总统。委内瑞拉总统马杜洛称，在美国发表声明支持反对派的国民议会主席瓜伊多后，委内瑞拉将彻底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给美国人员72小时离开委内瑞拉。